钱给因素，或总不能给中间，这些手机给点着，让茶把你给点着，这些罗山下送学白啦哈哈。天天陪给罗山的了，俺这个被身边听众啊，这些点着了家里学白嗨呀喽。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微信摇一摇，红包就来到。你抢了多少，我发了多少，几分钱我眼泪一摇。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你去了巴黎，我到了拉萨，流离散走不怕轻伤。学霸说人丑就要多读书，明星说他偏偏靠才华。咱们说主要看气质嘛。主要看气质啊。一生咚咚咚，吓死笨宝宝。崩溃的内心只想着静静，谁？只想着静静啊。静静是谁？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朋友圈点个赞，抢红包比10块，自拍照我最亮。刷个屏100年了。学霸说人丑就要多读书，明星说他偏偏靠才华。咱们说主要看气质嘛。主要看气质啊。一生咚咚咚，吓死笨宝宝。崩溃的内心只想着静静，只想着静静啊。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你打开手机，我连上 WiFi，你们毛毛 TV，我们艾特西藏。刷屏给您拜年了！这西秀，这西秀，这西得来配送草花秀。刷屏了，刷屏了，咱们一起刷屏100年了。这西秀，这西秀，这西得来配送草花秀。这西秀，这西秀，这西得来配送草花秀。看见了啥？这些的嘞！这些的嘞，大家都刷屏了吗？咱是当天边超过那吧？看见了啥？这些的嘞！他们看那边谁先不听呢？你当这种六个汤包，俺就插头给参错的。俺那里参错叫我弄不正对。你看你中用汤，该用，怎么用个超过那么了？了啥了？这些的嘞，水军。现场的小伙伴们，电脑前、移动客户端前的朋友们，这里是2016西藏首届网络藏晚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一西卓玛，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拜年了，请给罗萨这斯的嘞。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re organizing an online gala, which is organized by Tibet TV station. So today we're gathering here, we're standing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world and Happy New Year! 哎，战队，我怎么有一种重要的事情说3遍的感觉呢？那是必须的嘛，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网络藏晚，网络连接你我，网络无处不在。是的，今晚呢，我们将通过互联网，把我们高原儿女美好的歌声和欢快的舞步，把我们欢度双节。